今天我加入 Grab， 我顺路回家，我可以载顾客吗？其实我给你知道的是 ，Grab 有一个方圈叫做 My Destination， 我的目的地。也就是如果今天你载顾客载了最后一趟，你想要回家了，你的家离这边可能一段距离，你回家是空车回嘛？你可以用 My Destination， 因为 My Destination 的目的就是给你找你要去的地方。打个比方，我在达曼达耶，我现在要去Senai Airport， 我可以 set My Destination Senai Airport， 所以还会给你 Senai Airport 的订单哦。但是现在这个方圈有一点更改了啦，就是讲你一 online 罢了，你有接到单，它都是算一次的哦。我们一天有2次的机会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你只有权利用这90分钟去到Senai Airport。如果你超过90分钟都没有订单的话，你就用了1次的使用权了哦。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订单是到半路罢了，它最多只可以3次哦。这是 My Destination 的最新 update。如果你要回家不懂要怎么回的话，你可以 set My Destination， 可以帮你找顾客，也不用空车回啦。我名字叫 Simon， 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加入 Grab 的知识。我的 office 在达曼达耶跟 Lucky 都有哦，谢谢。